动。国家雄颜喜如梦，文中文义两仪容，可怜我只是天空，六神无主兮梦。我在院啊，做了恶准，离开路头遥远，难得一家人相见，相爱所穿的原谅不多，抚养两位子女从接，全部落在我妻向南身上。日前接到家书，说他文艺设置，遍体陈冲。已经用尽家中所有钱元，抢了许多太傅，也不见这个遍体虚色，不如我速速回家。离乡来报呀江啊！爱走他乡啊，为此喜呀生啊，同心马冲啊。娘饭那是那苦啊，爱甘苦春啊，用心爱呀爱呀，那出爱坚强啊。春夏秋冬，夜有风，天有不测，给风雨。平地安沉重，两种环境，爱娘伴侣，两种环境。伴侣，爱娘伴侣。家庭已经疏空，大炮来那次过铁土，我
来回家门，芙蓉为有归家门，来回家门。夫妻结发多年，并无生育，苍天保庇，本爱连续降下两位之意，两子得来不易，想不到我嘅旨意无辜延平。看过稀土的太傅，家中可以变卖嘅，已经被我卖到被冇办好了。哎呦，兄啦！讲外婆，我们喺日冇讲来呀。哎呦，我哋老人听书记呀！我老你讲，冇可能，你马上让我离开。唔好被爱对你太世上，有时太自家的颜面呢。哎呦，你可怜啊嘞！你啷个这？好啦好啦，我阿家记上来哈。唉，用心，用办，人家面色不按快看嘞。用心，恰天恰地，你真来了。冇错，接到我书信，我马上赶回家。向南，按你嘅旨意，你还用办去呢？信上有讲，我本你的旨意是下不得位，等到佢还有抵抗力，在头下长的时间，去上女其他高明的太傅，也唔过不要同啲系高等的药材。上女嘅太傅又按金贵，俺实在冇办法，只有系你进来了。永信，永信啊！哦，原来系安样现嘿，辛苦你咯。其实我也知。俩他们为了世事的骗钱，你老尹老爷已经借了不少钱，既然骗，够借不你呀？哈，钱的事情，你莫受理，为父爱，那要想办法啦。前来父母亲，你把是爱难，不留来偏负。有意来养马票，莫牵引难，一快来。
有色的面皮，双脚开下来哀求，何时正先将子意，将子意。村长，我拜托你啊，你敢有乜个办法啦？用心啊，爱弟，你为到人个旨意，用帮苦，你就敢面书。不过，唔係爱切钱，唔係借你钱，係需要嘅挺多咧，我实在冇能力啦。村长，我求你，只要借一多钱，落意外嘅拉嘢，就算我做牛做马，我妈会感恩呐。一來，今年嘅書生無好，總對五個欠書；二來，我坦白老你講，之前大家將伊兩公婆嘅錢，咩大家熬姜十次，生生欠欠來嘅，該你就忙完鐵，你下我向大家講拿出來，實在是冇可能的呀。村長，人講啊，幫人幫到底，叫人愛叫起，我求你。哎呦，元先呐，我聽講伊轉來咧，伊咁啲，我四處去簽伊哦，到伊啊也嚇本個簽到咯。嗰媒婆。係啊，我就係嗰媒婆啊。請我做乜計啊？哎呦，冇啊，跟你兩個面色，讓我很難看。安尼就錯啦，我見俾咗來對咯。此話怎說啦？莫非你真係讓我聽書係麼？呀個事情啊，你同裝人馬的，我老你講啦，就按我嗰媒婆。真能救你呀！你聽我講，行我媒婆嘅對呀對你講，一個男人就愛擔當，我救子盼法。有情啊情兩相，價錢唔多會不空，會不空。算你啦，嘿嘿，我不講呀吧。哎呀，嗰媒婆，我就會出嘅事咧，你唔急講啊？急講啊！這個嘛。哎呦，好啦，哎呦，我看日就按出去嘛吼，呀個事情啊，就係按呢。我啷個講，隔壁莊有一位嘅陳員外，佢家財萬貫，講愛啷你添幫忙。迄個只陳員外啊，哎呦，太好了！謝天，生命有保庇呀！唔過呢？唔過用辦啊！哎呦！你現來才識愛心鐵，情人愛己是真有錢。可惜嘅有才有冇得，愛的相親已看成多年。你講嘅我頭冇關機啦！哎呦，我講乜講唔清楚啦！來，這個拿去看。嚇，這位有暗風筒嘅事情。
人讲哦，陈延爱也有讲，伊啊爱嫁你前两元，哎哟，啊唔过也契约啊吼，要写好本记呢，啊契约要写清楚哦，讲伊各人心啊，心甘情愿，将伢不让啊，也个故乡难，还有哦，伢太爷来耶，文中爱买本记。这，没称呼大家吗？我绝对无答应。你要为称呼大家啊，村长啊！哎呦，你此言真是有差了。你莫讲冤郎啊心啊，原来心太险啊，总讲一郎啊鸡呀。你来为到前呢，虽然也要不忘啊去，让个白色咯，为到那娘啊子，爱喜呀生啊，哎呀，哦。经义不点也不狂，用办现义卖不用，一家村树命心肝，总因就会春天了。生人呢，是天生天养呢，天公伯那无聊的文艺，才让人世间，你就应该按人命顺天意，你。因为做的现今卖不用老来的嘞，天意，事到已经，那个真是天意。爱人一个，言爱呀，拿来救伊这个天意。奇怪，言爱佢家财万贯，爱乜个死妹么？为何一条骗人的不用呢？哼，一个纯言爱呀，爱人一个，佢按到家太入太，因为呀，一个世事有较高，难有嘅知识啦，啊，佢无想爱派脱，佢事先留下嘅经验呢，啊，所以呢，佢爱寻，寻个贤惠嘅补养。唔係錢錢財財嘅鄉村呐！永信，你總得答應啊！哎呦，感覺啊哈，你呀，我看到人世界來活人嘅生命無特希望。哎呦，你想看哪裡呢？人世來不平嘅呀，不平前你就無呢哈。莫講湘南，聽你啲無前途啊！哈，伢太爺來嘅，一個前途嘛本於灰車嚟希望，你呀非常多賺來，那係佢也掉都成家喜好，哎呦，幾時傳劍大元咯，榮華富貴喲，啊伢個太來咧。嘛可以受真好嘅教育啊！安尼，咁咪對佢睇一家真好嘅選擇。來，呀，就會因為本人嘅生活，而那答應咯，你就數下來。永信，你千萬唔好答應啊！郭媒婆。你做了種嘅有數事，唔該要報應嘿！哎呦，哈，乜嘅呀？乜嘅按到報應啊？哈，哎呦，你咁啲，捱啲做善事呢，捱起啲責任的呢，原先呐，
姨妈吃上看那里，给伢不用啊，也没乜个王法太贵哦。啊你呢，个太监来的呀，出世到呀听你有乜个好家世嘿么？哈，啊你那地加多夹个片气，完全啊，夹咩？我哋非常嘅用法。再讲呢，另外啊，一多好人家，想我家本佢做宿贤呢，按多年好运呢，哈，另外样嘅见，这见到呀不鸟呀哈，根本啊，我是让你添帮忙嘅呢，你就还唔接受啊？我让你讲哦，哼，我呀。只不过个牵缝线，我哋做好心呢。哎哟，忙地呀，啥不然骂到出名万岁哟！干地，我罢了一道的吹哦，原先啊，你是莫叫咬定通病，唔知好人什么？孙